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7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8篇，以斯帖记第3章第7节到15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22节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高举。步步高升是许多人的愿望，无论是在公家单位或是私人的公司，步步高升代表着自己的成就，也代表着自己的收入可以增加。但是无论哪一种职务，高升都是一种被动的形态。当然就现实面而言，人们可以说我为自己争取高升的机会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这仍然是需要透过被任命或是被宣告才能获得高升的。问题是高升是为了什么，或者说应该去如何表现？通常被高升是应该为了所任职的这个单位来努力，使这个共同体大家都能够得到共同的益处。但事实上也有相反的，最近在教育界就发生了丑闻了，那个台医师大的教授也逼迫学生抽血去让他研究的事件。再来的7月26号呢，将进行大罢免，也是因为人民对于某一些立委的表现不满意，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为了台湾国家整体利益而做事来着想，因此就发动了大罢免的签署啦。像这样的事情其实也记载在以斯帖记第3章第7节到15节。我们看到了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哈曼，他不如约瑟之于这个埃及，他为了全埃及的生计而着想。那个哈曼只想着自己，经文这样记载：亚哈水鲁王统治的第12年正月，就是尼散月，哈曼命令人在他的面前抽签，又叫做抽普洱，举目择日进行他的计划。抽出签，指明12月，就是亚达月的13日。于是哈曼禀告王，他说有一个民族散居在王国的各省，他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，跟其他所有民族不同。不但这样子，他们连国家的法律都不遵守，容忍这样的人对陛下没有好处。如果陛下认为妥当，请颁布命令来灭绝他们。我保证可以替国库增加收入34万公斤的银子，作为国家的行政经费。于是王取下他的印章戒指，交给了犹太人的敌人亚甲王哈米大，他的儿子哈曼。王对他说，这些人和他们的钱财都归你，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正月13日，哈曼就召王的书记来，要他们发出通告，用当时王国境内各省各族所通用的语言写下来，发出给所有的省长、总督和官员。这通告是以王的名义颁布的，盖有王的戒指印。送信的人把通告发到王国的各省去，下令要在亚达月13日这一天把所有的犹太人，不管是男女老幼，都杀光灭尽，绝不留情，并且要没收他们的财物。
通告的内容是要在各省向民众公布。好在那一天来到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有准备，遵照王的命令，这通告在首都苏珊公布了。送信的人也忙着把通告带到各省去。当苏珊城进入混乱状态的时候，王和哈曼正在相对饮酒。我们从经文清楚地看到了，当时候苏珊城进入了混乱的状态的时候呢，哈曼和王正在饮酒作乐。耶稣基督被差遣降世，成为世人的救赎。上帝高升他，是因为他的谦卑和顺服。彼得在圣灵充满之后，也对众人所说的话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章22节到36节。以色列同胞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拿撒勒人耶稣的神圣使命，很清楚的要由上帝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异能奇事向你们显示出来。这是你们自己都知道的，就是已经发生在你们当中的。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和先见早已决定，把耶稣交给你们，而你们借着不法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杀了他。但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，因为死亡囚禁不了他。大卫曾经指着他说，我时常看见主在我的面前，他在我的右边，我不至于动摇，因此我心欢喜，我的言语充满快乐。而我必朽之躯人要栖息在盼望中，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，我不会容许你忠心的仆人腐烂，你已经指示我生命的道路。你的同在使我充满喜乐。同胞们，关于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必须坦白地向你们说明。我不但死了，也埋葬了。他不但死了，也埋葬了。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。他是先知，他知道上帝对他的应许。上帝曾发誓要从他的子孙当中立一个王来坐在他的宝座上。大卫预知上帝的计划，所以当他讲到关于基督的复活，他说他没有被撇下在阴间，他的肉体也没有腐烂。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，我们都是这件事的见证人。他已经被高升在上帝的右边，并从他父亲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。你们现在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都是上帝倾注在我们的恩赐。大卫自己并没有升到天上，可是他说，主对我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屈服在你的脚下。所以以色列全体同胞啊，你们要确实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因为耶稣受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就被上帝给高升了，他成为了上帝所设立的基督，也成为世人的主。诗篇138篇，上主啊，我一心感谢你，我在诸神面前歌颂你，我面向你的圣所下拜，我颂赞你的名，因为你的信实有不变的爱，你显明你的名和应许超越一切。我求告的时候，你回答我，你用你的力量鼓励我。上主啊，地上的君王都要颂赞你，因为他们听见了你的应许。
他们要歌颂你的作为，颂赞你的大荣耀。上主至尊无上，但他看顾卑微的人。狂傲的人无法在他的面前藏匿。我被患难围困，你却保守我的安全。你击打狂怒的仇敌，你用你的力量来拯救了我。你必定成全你对我的应许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求你完成你亲手开始的工作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救恩，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，使我们得救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也领受呼召，得高升来服侍上帝，使人得益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